三澳門帶你躍進高速 3G 時代，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。Hello， 我係 Lida， 歡迎收睇由三澳門特約嘅天氣報告。而家就等我同大家講下今日6月29嘅天氣先啦。今日多雲間中有陽光，有局部地區性驟雨，相對濕度67%至85%之間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0度，吹溫和偏南風及有陣風。今日空氣質量指數係介乎15至30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嘅。預測天氣空氣質量指數，路邊監測站及高密度住宅區係5至30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。一般性監測站係5至25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嘅。波比話聽日多雲有驟雨，睇睇佢新聞圖啊。預料一股偏南氣流將持續影響本港天氣。跟住睇下未來幾日天氣測先，預測聽日多雲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有局部地區性驟雨嘅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1度，吹溫和至和緩偏南風。星期3同星期4同埋星期5都係多雲嘅，間中有陽光，有局部地區性驟雨，氣溫介乎攝氏17至31度。跟住睇下中國各地城市天氣啊。北京多雲23至36度，上海有雷暴25至29度，台北亦都有雷暴27至35度，廈門多雲25至31度，而廣州有驟雨26至32度。而在亞洲各大城市方面，東京有雨20至23度，首爾亦都有雨22至28度，馬尼拉有雷暴26至32度，曼谷有雷暴25至35度，新加坡亦都有雷暴26至32度，而雅加達有雨24至33度。跟住再睇下歐美各大城市天氣啊。好啦，今日天報到完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